糍粑粿嘛，吼，糍粑是客家人的嘛，客家人的一个传统米生嘛，吼，还有要做嘛？冬至的时节，影响短时间变成要大型的吧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维基百科。我是今日上课的出版讲师苏颖妮，我到主妇联盟担任客家美食料理的讲师。今日要教大家客家美食的文化，加有关食品安全的宣传。一样会让大家吃到健康又安心的食物。也现场有请到3位同学来，3位同学对客家美食动有兴趣，也愿请3位同学来请个介绍一下。晚上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庄家基。晚上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彩优。晚上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冠。同学啊，也今日开始来上课咯。哦。那我们3位也后生的同學，你也平常食到嘅客家美食有哪按度做？我哋，你菜有先來啊，特別因為好，半條。還有咧？菜頭飯。還有咧？是米奇木啦。哎呀，以前阿婆種嘅米奇木本來是鹹的，是甜的，就全部做的。應該還有啊。糍粑。哦。糍粑。嘿。鳳飯。鳳飯。還有。水飯。嘿。菜包啊，其實凍到啦，還有嘅什麼嘅？拌嘅，係嘛？拌嘅蟹鹽。蟹鹽。嘿。還有嘅叫做乜？油飯。中嘅啦。撈飯、鹹撈飯、甜撈飯，當多種。好，也無簡單哦，伫按照客家嘅嘅辦嘅也得。但客家啲做乜嘅客家人愛做按照辦嘅呢？唔知哦。都市謠咩？係都市謠嘅先咩？哦，辦嘅是都較薄咩？吼，係較唔會謠咩？吼，客家民族吼都當做以前。做一個農業沙皮，以農業沙皮以種禾為為生，米就變成客家人的主要米食。那種嘅禾嘅過程中間，有人要播種，有人要施田割禾，客家就想講都係有個好嘅收成，好嘅收成了，人都客家就對呀個禾有一個感情，啲嘅就想講有。感謝天公，北公，有保庇人也就有安好的收成，故所都公園高節家做一大嘅辦嘅，來感謝北公，感謝神明也就。他主要伊係就係記下田下地。係下田下地，因為感謝嘛，感恩在心，故所都做嘅辦嘅，拜也就，也。保人也都大家阖家平安，子子孫孫有順息，故所說做動作種嘅辦嘅也都，佢當然講啲辦嘅也都，你講按照辦嘅，好多人講按照貴，那佢國語按照乜嘅高，客家人我按照辦嘅原因就講，佢米拿去摸過周圍嘅東西就按照辦。嘅冇摸過嘅，就唱嘅撈飯，後尾有個飯，甜撈飯、鹹撈飯，摸過嘅就係按照辦嘅，嗱個辦嘅就係按嘅由來。我先生係想去請教一個問題，就是講，像我哋嘅米有冇東，像長米啊、糯米啊，咁乜嘅米我試下做乜嘅辦，先讓去做得啦，要小記一下嘛。米地杯有當有分，你講雜米，嗰係有菜來米，係嗰係有糯米，嘅菜來米嘅部分就大家平常有食到，尤其做過年家下，阿婆啊、家婆啊、媽媽啦，就會去做緊嘅菜頭飯，菜頭飯呢叫做係再來米，因為夾菜頭飯夾個特性，佢唔會講硬，佢鬆鬆。故所做嘅蘿蔔飯，
当好食，嗰嘅卤飯其實有一個鹽心啲嘅，鹽心做嘅譬如說嘅講嘅年糕，嗬，嗰還有卤飯入度，食落有一些鹽心，較國語講嘅較有口感，係 QQ， 哦，嘅台語講嘅 Q 地地，係 Q 地地，佢菜內面到撈糯米嘅中間，佢有個區別在，一個鬆鬆較硬身，甲一個軟軟，吼，食到去較好食。不過糯米佢食到嘅，佢會有裝氣嘅問題，因為佢冇消化，佢當一包，啊，佢會裝氣，啊裝氣嘅時候，在做緊糯米嘅時候，會加一些咧嘅紅內米。加落去，較好消化，也食到較唔好按爆去，吼。跟米嘅用途太脂肪做遐安尼。先生，但想要請問哦，聽你講該辦啊，我去外地拿來，我拜天公啊，拜伯公啊，拜祖先啊，啊啲下就嘛該節慶就用辦來祭祀來拜佢哋冇。大家可能仲有印象就過年噶，哦。媽媽啦、阿婆啦，我打麻嘅辦，蘿蔔辦嘛，嚇，係吹頭辦，嚇，吹頭辦喎，烤柴頭，嚇，佢嗰個叫佢做蘿嘅吹頭辦，嗰係要乜嘅佛辦，嚇，佛辦節節高升，嚇，嚇，係嗰係要乜嘅？係啲嘅新年，嚇，新年就團圓嘛。合家團圓的意思吼，過年我大也按當中辦，我還有大家有印象，客家人係瓜子，瓜子是搶名的時節，瓜子搶名的時節我打乜嘅辦？係捏辦，還有個捏辦嘛吼，捏辦，其實捏辦為什麼搶名的時候要打個捏辦？捏辦客家人加呢批嘅東西係捏嘛，嚇，好多人加呢批嘢嘛，鼠菊草。係無窮樣，艾草嘅部分都客家人嚟講，有個辟邪作用，就是揀一批，食落去嘅，子子孫孫可能會平安，嗰時候都搶名家，會打個夜辦，係，嗰係要乜嘅？冬節嘅時誒，我打乜嘅？辦宴嘛，全家團圓，家母嘅我打乜嘅？我做乜嘅？糍粑係客家人嘅嘛，客家人嘅嘅傳統民生嘛，吼，係要做嘛？冬至嘅時節，因像冬至嘅片，佢會打新燈辦，係新燈辦，係從因為種細妹，係他家就係男女平等，細妹沒會打，也沒會打嘛，因為有講過，很清楚，你看電視動盪記得啦哦，佢較只看電視古時候佢啲啦，家母嘅時節，我做嘛，女方我做嘛嘅去，甜蘿飯嘛，我切甜蘿飯去嘛，一長太長嘅甜蘿飯，我講到西拉嗰邊去，西拉嗰邊食包飯去嘅，如果切一堆堆嘅。哦，他家拿出去分，對食飯的人，他家帶出去食，也表示乜嘅甜甜蜜蜜，祝福佢兩公婆步步高升，一路平安，相喜相愛。客家人嘅辦真係當有嘅意思，有時間咧都去研究看啊，嚟希望安尼文化傳傳落去，尤其你後生人願意學習真係當真嘅修飾澱粉。很多食品添加物，其實啲修飾澱粉，係都添乜嘅東西，你吃到乖乖對人嘅身體嚟講都好嘅東西。有一邊一嚟去做佢有軟性，又有硬性，不是佢做起來，像當煮嘅嘅龍嘅有冇？有印象冇？有。煮嘅叫我當個龍嘅地方去，就是煮，因為夾嗰種形狀，不是叫按照煮龍，煮龍辦，伊地方有包嘅咧，客家人用嘅蘿蔔絲，蘿蔔絲佢用蘿蔔絲落去嘛，地方又用菜，
古时人家大概有讲嘛，嘿呐，鱼包菜咩？古时有讲有按到菜包，哦，菜包他家就谈的是，你老人讲自动版，有时老生意嚟讲，可能生意个谈的是，哦，落一批嘅，哦，也按上课按有讲到，他家自己嘅，一听到客家人按自动版，一听到讲不也生意嚟谈。用版按到自动版，一听到传落去。其他人伊讲的长米，嘿，马家米，总马家做来分其他，做来统起来。长米做人家食饭的个米，食饭人家平常对食饭个米。个长米佢咩有重要啊？佢有分肠胃加盐的呀。佢也有分两种哦。肠胃来讲，其实起来就讲，像跟糯米同样。肠胃样啊，粒粒分明。盐呢，吃起来就看腻了，泰国米，泰国米，是泰国米肠胃。不过永远喜欢什么？有啊，咩永远喜欢食？像我去泰国食人，伊话哦，入面以后食。那可能之后去炒饭馆。炒饭馆里哈，像个厨师样安尼，无，松果饭。炒饭嘛，黏黏唔好食咩？松较好食。古时候炒饭伊就用个肠的米来炒，较好食。你用盐的米炒起来哦。黏，较无安好食。所以要按你区分，就看客家人自家爱喜欢用的米，你就去食。你讲我爱黏的，我爱看硬性的，你就两个合chung下煮，没做得啦。两种都食得到。人家有讲到自动版，菜包。你要去攞杯食个买到嘅菜包，你要知道老这家不卡包嘅有乜嘅唔同样冇？这个包不错，攞杯买好价，攞杯买价。你上款啊，你去攞杯买嘅自動版，佢底下貼嘅乜嘅東西？6頁，係咪？中州嘅，係咪？咩唔掂嘅馬介？咩唔掂嘅馬介？看到嘅東西，客家人做嘅菜包自動版，底下貼嘅係乜嘅？叫強葉講國語嘅乜嘅？月桃葉。做乜嘅人客家人嘅做嘅自動版，底下貼嘅呢叫強葉，佢有意思哦。佢咩講青菜割到這貼落去哦，當挨壓到時台有一種。嘅嚟藥嘅，講到口味啊！唔知啊，上面你談過冇？口味哦，冇談過對嘛？口味有乜嘅？消脹氣。口味有加嘅原料，就係葉頭叫用葉嘅種子。古時候佢嘅糯米做嘅東西較唔好食，佢貼嗰個按用米較不好。有係較好食法啲菜味，清楚意思。佢嘅意思就係糯米唔好食法，嗰時佢用嘅叫用葉，包裝嘅做大葉白，這樣食落去嘅較好食法，較唔會脹氣。佢唔會講青菜拿個葉嚟貼一下嘅東西。先生，條將就看到你帶個菜包嚟，做啲咁嘅條試下冇？咁快先到嘅啊！哎呀，冇做案例哦。看到寫嘅都做個清理。係清理嘅哦，我見過有睇一些咯。係搶他家嗬。係，試看啊，試看啊，老攞杯食到嘅，攞杯買嘅，有用版冇重要，你打上啦，係，換下去，甚至同我前想試一下。係。他個本地人士，是看那用啊，老攞杯用版冇重要。那邊有種差，那有種差，有香喎。批嘅東西，尤其用了葉嘅，去做去做之類嘅東西。他個先試看啦，那也是錄形象。好什麼？老本用版冇重要，要感覺到。而家老俾時本喎，
对啊，要蛮讲，因为有先炒过啦，哎，它应该是有先入味，哎然后你要煮用那种后生，哎，要拌吃起来中口。中口吼，伊拌的个本身吼，伊唔会讲有所谓的 Q 度，做拌的也个 Q 度怎样出来，所以用数切，吼，有切到，像糍粑有切到，有几张也个 Q 度，几张会显现出来。干萝卜其实萝卜房间都去买的东西，佢无可能发按到个时间。哎，佢用机器打，佢用机器打。啊，今年佢用加乜嘅东西？大家有印象冇？如果加东西點啊？花粉。花粉唔係，花粉佢比發起來先添，佢唔會有個 Q 度出來。紅沙。係紅沙嗬。兄弟沙。係。有一點紅沙食起來，像你講話有，食起來啊 Q，也知道拌嘅嘢，迄講是有變到一個紅沙咁樣。不過而家係用樹興濃嘅世界有濃，啲 Q 度專門出來，啊，都會上市嘅，唔用紅沙。係，也唔講到個紅沙，人就講到嘛食品添加物，食安嘅問題。哦，幾年前大家應該有談過順丁烯二酸事件，有冇？忘記吃到個粉圓 Q 弟弟，有冇？係哦，嘅蘿蔔板哦 Q， 而家人講到菜內面佢冇個 Q 嘅特性，有冇？因為佢食起來 Q 弟弟。是睇嚟嗬，請我先。咁我講呀，啲東西食起來要 QQ 嘅 QQ， 啊，蘿蔔嘅東西唔會食起來像粉嘢、板條，哦，也碎板嘅，未全部也到，佢食起來 QQ。其實佢唔係用人工去切嘅，佢係加他家講嘅修飾澱粉，跟很多食品添加物。其實啲修飾澱粉係都添埋個東西，糖咧。命誒，人叫我們吃到乖對人的身體嚟講當好嘅東西。唔係當好嘅東西嗬，佢修飾澱粉，佢以前按咯，他個人較強，佢按咯化質澱粉。哦，咁樣沖釀製吧。佢化質澱粉，通我像化學做嘅東西，他個人較強。嗰種食藥素，佢為了講咧，他個食落較安全、較安心嘅。然後佢貴過變咗咯修飾澱粉。你一張面不你吃到哈，給他放心，不過而家你將個化學嘅學名出來，他就糖都減自己。他個都講咗嚇，其實佢修飾澱粉嚇，從幾年前他個有談過嘅順丁烯二酸嘅事件。其實順丁烯二酸對台灣來講，呢種東西做唔得用，是不合法嘅東西。台灣嗰食品添加物底杯，如果加一個乜嘅東西，反丁烯二酸，他個糖我乖乖對嘛？佢反丁烯二酸，佢係一個食品添加物，佢呢種東西吼，都係一個自然界中本來就有存在嘅東西，包括身體嘅代謝，也會產生呢種東西出來。其實佢唔係講唔好，那呢種東西係因為個食嘅個量當多，常年累積下來，將會對人的身體有影響到。哦，佢平常嘅量其實佢只是講佢改變一個食物嘅口感。哦，像食起來，像根本食嘅豬籠板，他家食起來軟，係因為伊係新鮮。你講俾我下豬當為食，佢像我變硬。啊，農會在對賣一個豬籠板嚟講，佢有個標，全部一標，賣咗一兩三年。叫啊，如果食起來要求嘅，聽說有乜嘅玄機對底杯度。其實會加個修飾澱粉到底杯，然後保存期限唔可以來較長。哦，你都知道個含好深啊。哦，奇怪，不用3年，不用1年，要含佢吹，結果不用一天冇底杯度吹不了。係啊。佢就其實他家都講嘅話，我會買東西從烤好生，這個阿妹都有卡做嘅，因為
下厨就说就会啱啱啊，因为香港爱唔好食，系。其实人家就按多年来讲吼，我们个食品添加物吼，给我们个味觉吼，已经伤害到了。食唔出个嘛食物给原来嘅味道，其实应该食嘅食物原来嘅味道。系啊，系。给原来嘅味道，煮喺自家都卡吼，慢慢的、天天的做，吼，唔真嘅冇一个食嘅食品添加物嘅东西，常年累积下来，一定会对人的身体有个伤害。所以人他佢讲嘅嘛致癌物。系，给半年以发生嘅应用，是的，食到是在爱心啊。当然人都会做呢。古时候我食到嘅感情会伫对度按手按好些。按的哦，按个按甘蔗三味哦，吼，本来按的个夸奖嘿，我基本按个当欢喜呢。先生，想问，该你平常时咧抢菜果子啊，加上会有农药残留的问题，啊，迄唔系韩国环境污染，迄唔系对你的吃的东西会有影响？哦，蛮多药的问题吼，以后哈，也种的农产品吼，个药的问题吼，食材当严重，因为也消费者吼，去那边买东西，系用乜个食，用木竹，而且用木竹去，会太，又会酱，嘿，酱了，又会甜，系啊，吼，前门讲呀有甜哦，有甜唔怎会买，呀种的问题，乜个可以解决，药的问题可以解决。你就药个打落去，系啊，从你唔敢食，佢就会上到按太麻，太麻到就会甜。嘿，唔看到酱，我买做医生。系啊，也种，因为用药的问题，当严重。再来一个嘛个问题，皮料的问题，因为人都种酱嘛，发好皮料的问题，皮料用强度的，也种的问题，落去造成嘛个影响，土壤酸化，好，比土壤会因变质，会因酸化。伊落下来，也水流到那去河坝落去，变到嘛个河川有氧化。可能讲有氧化，也选民他个可能冇汤无嘛个食，酸化的东西流到河坝地方，藻类就会影响印度的，迄含氧量就会印来印少，我嘛个浮游生物、植物，全部死呛呛的。规个大环境全部都改变了，无的好势咧，河坝处的土壤又种唔出东西来，会影响到人的生活，一定会影响到。即循环就按用大块钱。佢循环就大，再来就造成天气异常，也种的问题，其实人大家真嘅爱去重视嘅，吼，迄人大家经验，唔要讲吼，唔为啥人咧嘅经验，大家做认真去面对也种问题，系。先生，你要讲到个食安的问题啊，系等我后摆啊去那边买个东西，我你们避免这种问题。哦，佢避免这种的问题吼，我自家的想法吼，其实就是讲，选择友善环境耕种的，每个人都友善环境耕种，自己对耕种的时间，对个土地系咪友善的，吼，听一点就是讲嘛。选择有机商店，若不按照有机商店，选择有机商店去买东西。第三点呢，你就有经过筛选的农民市集，也当当面若不买花博也有跟农民市集，你可以去农民市集先看啊。我还有个嘛，去在地的跟农民跟博客去了解去种嘅东西的过程，你直接去了解，你就提讲，这东西有安全无安全，那是最重要的，是迄个要从自家开始做起。你自家开始做起，豆腐卡咩好，都弄不好，自家开始做起，再来轻重要的嘛，教育自家的生命，从教育开始做起，按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就应该可以注意到，也避免到食到无健康的东西，根本要讲按道，按的食品安全的问题，对环境污染的问题，也同学安尼有了解到，有吼，嘿，同学啊，
今日上课内容安尼大家有了解到？有。哦，有了解到就真好。安尼今日感谢3位同学。今日的课程，希望大家了解到传统客家美食文化，也了解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。课就上到这，下到下摆见，安子西客家。